这是村里面的寺庙，其实还挺大的。这是寺庙的后面。然后今天我们来参加我媳妇她姨婆前2天去世了嘛，然后今天是他们这边让他们风俗搞的一个纪念仪式，全村的人，然后那些亲戚朋友都来了。他们是搞成这种自助餐的。老挝这边就是这样做这种活动的话，有些地方没有场地不够的话，他就把一条路堵起来，做这些活动。就是这家，他姨婆家就是这里。天拖鞋，翻两不可以买的你。每个来的就把手里面的那个蜡烛啊、香，包括礼金都放在那个小坛子里面，然后就去给一个亲戚，他们专门有那个几个人来接的，你看。然后对方就有一个黄礼，他那个后面那个像床一样的东西有彩的那个是，到时候要拿到寺庙去的。老挝这边这种各种活动、婚丧嫁娶，基本上农村里面都是在那个家里面搞，就像刚才说的，家里面如果那个场地不够，就把一条路给它封起来，就在路上搞。这里就是一条路，这个寺庙外面的一条路。也有的会去租用那种学校的操场啊，这样。但如果是在望乡那些地方的话，就会到那个宴会厅里面搞。他们有些宴会厅还是搞得挺高级的，那个里面可以容纳几千人那种大的宴会厅，富丽堂皇的。但是那样的话，费用也是不少。这寺庙围墙外面这个，它是写着那个人的名字，就是给那个寺庙捐钱捐物的那些，他们的名字。好多老挝这边去到外国，像美国那些地方那些侨民嘛，他们也是因为外面他们赚到一些钱，也喜欢把这个钱拿回来建设他们村子里面的寺庙啊之类的。寺庙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老挝这边一个怎么说呢，公共活动的一个场所。你说咱们中国老年人有广场舞啊，但我发觉老挝这边的话，他那些老妈妈、老妇女都喜欢来庙里面坐着聊天，做一些吃的，来给和尚，挺有意思的一种现象。吃完饭就一起在这里吹牛。他们在讲这个老挝这边的医疗水平确实不太行，像我老岳父他们都不愿意在老挝这边那个看病。以前那个没有疫情的时候，有点什么都是去泰国那边去看。泰国那边一个是医疗水平高，一个是服务态度好，大家都愿意去。虽然那个
价钱是贵一点，但是完全他们的服务啊、医疗水平中，他们还是对得起这个价格的，应该是。然后我老岳父这次就是因为在望乡这边开了一个泰国医院嘛，泰国那个国际医院，然后就去带他去看病，确实也是去看了以后，就是那个尿酸高，然后吃了药也好多了。看吧，这边在寺庙里面也可以玩牌，有一帮老头在这玩牌呢，他们也玩钱，玩的不大。ไปก็ไป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ก็เขาเอามาส่งอยู่ที่เซน กินให้มันแล้วเนาะเขากินข้าวนะดีไหมนี่แล้ว 这什么打法我也看不懂。我也不会。它是越南牌是吧？越南牌。มือเงินแล้วกินมือเงินแล้ว จะมาละออกมาละ看不懂。ที่เอาเท่าที่ได้ 寺庙成了停车场。老挝这个寺庙挺有意思的，他们除了进行一些宗教的活动，平时村里面的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日常活动、一些集体活动，也是在寺庙里面搞。包括逢年过节，他们可能在寺庙里面做游园啊，然后卖东西啊，然后搞演出啊，都是可以。因为寺庙这里每个村的寺庙，或者说每个地方、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寺庙。然后寺庙的话，一般占的面积挺大的，有场地，然后各方面设施也还不错吧。所以好多活动都喜欢在寺庙里面搞。刚来老挝的时候嘛，就是当时去寺庙里面遇到了几个帮公司干活的工人，几个年轻的女孩子嘛，他们看到我，他们远远就跟我招手，在那里，快点快点过来，杨哥过来这边玩。哇，当时我的感觉就是，我来到的是寺庙啊，是佛门净地啊，怎么能和一帮女的这样嘻嘻哈哈的？虽然不是我啊，是他们主动和我打招呼，但是我也是，反正显得很尴尬。那时候又是一个外国人哈，我就连忙和他们摆手，我也不敢大声的说话，我说别。其实这边真的不像我们印象中那种所谓佛门净地，好像一进去好像什么庄严肃穆，或者是很严肃、很那个什么的。这边的话，它其实好像，它不单是宗教，它好像其实也是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，仅此而已。所以那个寺庙里面可以进行那么多活动，有那个搞一些表演啊，搞一些游园活动啊。包括好多的活动，只要是需要场地的，有一些不一定是宗教活动，都可以在里面搞。老岳父就是他前段时间去望乡看病，住在我们家，然后这两天亲戚过世嘛，就回来。他其实老人啊，还是喜欢住在这边，因为这边毕竟是他生长的地方嘛，是吧？然后那些老伙伴也多。去望乡那边，其实望乡这种城市啊，有点像中国那种啊，你隔壁住的是谁都不知道，都没有什么来往的。你说平时都是2点1线、3点1线，但是如果他回到老家这边，他就有好多他们那些老伙伴啊，在一起打牌啊、吹牛啊，有他的老朋友了嘛。老人啊，还是怕孤独。他去我们家的时候，天天我们去上班了，他就一个人在家里面看电视啊，看手机。来这边了，有这些他们的老朋友在，相对这日子更好打发。这个也是他们这个寺庙，就是捐钱来进行这个寺庙的更新改造的人的名单。功德榜啊，咱们中国话叫功德榜。
上面有一个大鼓。现在这里变成停车的地方了。看，แรงแหละ เด็กน้อยขึ้นน่ะนั่นถกการเท้านะคะว่าจีห้องอยู่กระโดนพ้นโยนลง 老挝这边 แม่น่ะ 皮卡车文化很风行啊，大家都喜欢皮卡，至少是这种越野车。你看，我老婆这个后妈，人家有一个普拉多。你看人家打扮啊，各方面其貌不扬。但是一上车，你上的是什么车？是普拉多。แม่ก็มี 嗯。เอาไปเลย เขามาเอาหัวน่ะจะซื้อหัว บ้านหัตถกรรมบ้าน 做那个叫什么放桌、棉桌，那叫棉。哎，这个路修高了以后，房子显得矮了。哎，以前老婆小的时候就在这个村子上跑来跑去，就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，是不是玩的脏兮兮的？天天的在旁边玩泥巴，哪里没有跑到这个房子上跳上跳下的，就这样了。没有到这个田里面来抓小鱼。OK， 先这样，拜拜，快到家了。